普京發夢都想唔到，中俄提供嘅防空系統，此前喺委內瑞拉同伊朗都被美軍諷刺，一啲用都冇。而家輪到自己亦親身驗證，號稱密不透風嘅首都防空網，完全係個擺設。更令佢顏面盡失嘅係，啲防空導彈周圍亂飛，連烏克蘭無人機嗰邊都掂唔到，根本無法阻止無人機。而且呢一枚俄羅斯導彈墜落嚟，反而對俄方造成兩次嘅傷害。咁樣唔係炸翻自己嘅地盤咩？就喺呢個禮拜內，烏克蘭第二次對莫斯科重要能源設施發動大規模無人機嘅襲擊。呢一次連俄羅斯自己都冇辦法輕描淡寫咁帶過，因為燃燒嘅唔係乜嘢偏遠地區，而係莫斯科嘅重要嘅煉油設施。根據公開嘅消息，卡波特尼亞煉油廠多個油罐遭到攻擊並發生爆炸。呢座煉油廠唔係一般嘅工廠，佢承擔住莫斯科約40%嘅汽油供應，50%嘅柴油供應，仲負責部分航空煤油生產。每年加工超過1000萬噸嘅石油，係俄羅斯最重要嘅能源設施之一。更加恐怖嘅係，佢距離克里姆林宮只有15公里。15公里係乜嘢概念呢？對一個大都市嚟講，呢個幾乎就係都殺到普京屋企門口啦。難怪網友講再落去呢，我睇要打到普京跪地求饒啦。從網路流出嘅影片可以睇到，多個大型儲油罐同時起火燃燒。其中一座油罐爆炸之後，嗰個巨型頂蓋竟然好似飛碟咁飛上咗半空，喺空中翻滾咗幾十米高。而且呢個時候，莫斯科上空濃煙滾滾。前烏克蘭外交官瑪麗亞·德魯茨卡直接喺社交媒體發帖挖苦話，燃燒石油產生嘅黑煙甚至可能飄向克里姆林宮，而普京嘅軟弱以及佢將俄羅斯帶向嘅毀滅，而家已經清清楚楚咁展現喺所有嘅人眼前。呢句說話不得不講，的確戳中咗普京最尷尬嘅地方。因為3年前克里姆林宮仲喺度向俄羅斯人民描繪一幅特別軍事行動好快勝利嘅藍圖。當時普京向習近平信誓旦旦咁話3個月結束戰爭，結果邊個都估唔到戰爭打到今日，唔好話速戰速決啦，反而變成二戰結束以嚟歐洲最大規模、最漫長嘅消耗戰之一。更諷刺嘅係，當年號稱世界最嚴密嘅莫斯科防空網，而家卻頻頻被烏克蘭嘅無人機突破。截止到目前，超過12000名旅客滯留喺莫斯科各大機場，570個航班延誤或取消。唔少網友開玩笑話，世界最強嘅防空系統，而家最大嘅戰績就係成功保護莫斯科機場免於飛機起飛。X 平台上一個莫斯科本地人喺駕駛嘅路上發嘅視頻顯示，大火喺城市各個角落蔓延。佢一邊開車一邊對住鏡頭，似乎歇斯底里咁大叫：全燒起嚟啦！整個莫斯科都喺度燒，所有嘅工廠都喺度燒。我得快啲走，我而家要立即逃離呢個鬼地方。自2023年，自從遠程無人機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以嚟，打擊莫斯科能源設施已經實現常態化，而家連莫斯科都被打出咗油荒。克里米亞嘅加油站前排起咗長龍，車主佢哋用雙手推住架車慢慢向前移。睇下呢個畫面，真係荒謬到極點啦！再睇下一個俄羅斯女仔喺加油站嗰度發視頻，奇怪咁問：有人知道莫斯科發生咗乜嘢事呢？冇一間油站仲有100號嘅汽油。俄羅斯石油公司亦關咗門，呢個係乜嘢回事呢？油去咗邊度呢？運油嘅命脈被切斷咗，加油站連底油都冇晒啦。烏克蘭對俄羅斯嘅後勤補給路線嘅幾輪精準打擊，橋樑被廢，鐵路癱瘓，運油嘅管道同油罐車直接被卡咗喺半路。呢個就係現代戰爭嘅邏輯，侮辱噃，唔同你打消耗戰，直接卡住你嘅命脈。事實擺喺眼前，俄羅斯官方每次都話攔截咗大部分嘅目標，但係問題係，如果真嘅完全攔截咗，點解油罐仲喺度燒？點解連老百姓嘅油箱都裝唔滿？點解機場仲喺度癱瘓？點解首都市民每日都能夠拍到新嘅爆炸畫面呢？
仲有更令普京頭痛嘅係，其實仲唔係無人機嘅本身，而係呢一場越打越蝕本嘅生意。烏克蘭而家玩嘅就係典型嘅唔對稱作戰，幾萬美元一架嘅無人機，專門去消耗俄羅斯幾十萬美元甚至更昂貴嘅防空導彈。講到尾就係攞單車號里嘅豪華跑車，睇下邊個頂唔順。據時事評論人納瓦爾18號轉發嘅影片顯示，俄軍呢一次為咗攔截無人機，出動咗海甲 X1 防空系統。雖然佢冇 X400咁貴，但係發射一枚導彈嘅成本依然唔低嘅。結果最尷尬嘅一幕出現咗，影片裏面可以睇到俄軍導彈升空後，竟然直接打偏，高高飛過目標，完全冇碰到無人機。眼睜睜咁睇住烏克蘭無人機繼續往前飛，最後成功命中儲油設施。呢個仲未完，打偏嘅導彈並唔係憑空消失，佢遲早仲得跌落嚟。於是就出現咗一個極其魔幻嘅場景：烏克蘭無人機負責炸目標，成功擊中儲油罐，但係部分俄軍防空導彈卻出現偏離目標嘅情況，最終無法阻止無人機。呢一枚俄羅斯導彈墜落嚟，反而對俄方造成二次傷害。呢個就係我哋開頭提到嘅打到自己嘅地盤啦。結果一輪神操作落嚟，成功實現咗自產自銷、內循環打擊，連烏克蘭都要講聲多謝。當然，更加耐人尋味嘅就係北京。近年嚟，中共官媒經常將俄羅斯包裝成軍事強國，將俄製武器吹得神乎其神，各種防空系統仿佛天下無敵。呢個亦令到人想到中共最擅長嘅一件事，將問題藏入宣傳裏面，將危機包裝成勝利，將挫折描述成偉大成就，將喪事當喜事辦。但係戰爭有一個特點，佢唔好似統計數字咁樣可以修改，亦唔好似新聞稿可以潤色。嗰啲宣傳中嘅神話已經徹底打翻，因為最殘酷嘅地方就係用5個字形容戰爭，紙包唔住火。當燃燒嘅莫斯科被全網都拆爆嗰陣，再靚嘅宣傳口號都遮唔住嘅黑煙。歷史其實一直都好公平，當侵略者將戰火帶到別人屋企嗰陣，總以為自己永遠係安全嘅，但係當戰火開始燒翻自己屋企門口嘅嗰一日，先至明白咩叫做回旋鏢。呢個就係正義。莫斯科上空燃燒嘅唔單止係油庫，某種程度上亦係威權神話嘅警報器。當俄羅斯嘅神話開始失靈，下一個被現實追上嘅會唔會就係北京呢？觀眾朋友，你係點樣睇嘅呢？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好啦，今日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訂閱、點讚給予支持，多謝大家，我哋下次再見。